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1月21號星期二啦。唔知大家星期一當晚有冇收睇到特朗普嗰個就職典禮呢？咁當晚我就同阿 Simon 李世民啦，就一齊幫自由亞洲電台咧主持咗3個小時嘅就職典禮。其實 Simon 喺入邊嗰個表現咧，真係我覺得非常之讚賞，根本就係一個專業主持嘅一個風格，而且做足資料搜集啦。咁你調翻轉，我就大部分時間都係坐喺度啦，齋坐啦，咁就係一頭一尾，就中間有啲穿插，有啲評論。咁但係成個特朗普嘅就職典禮呢，其實都幾好睇，我覺得。特別係你見到特朗普嗰種意氣風發個樣，加埋就係嗰一批所謂科技富豪，其實同8年前嗰個變臉呢，其實都幾誇張嘅。大家如果記得2016年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啱啱當選，其實當時幾乎係冇人會覺得呢個總統係值得尊重，甚至嗰啲科技界，譬如好似Amazon 嘅貝索斯啊，以至係 Mark Zuckerberg 即係 Face Meta 嘅總裁呢，其實都對特朗普呢係都有一個睇唔起個狀態。咁但係8年之後，士別8年就刮目相看啦。咁特別係馬斯克喺成個競選過程入邊，幾乎可以話係幫特朗普翻盤啦。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咁所以有啲講法話，會唔會未來出現一個情況係一個科技企業龍頭同政治結合嘅一個寡頭壟斷，對其他普羅市民有咩影響呢？呢個都值得大家關注。咁但係今日我想講係特朗普對華嗰個政策呢，似乎係有一個所謂180度嘅轉身啦。咁當然喺競選嘅時候，佢就講得相當鷹派嘅，包括話計劃向中國徵收額外嘅60% 嘅關稅，咁同時會對墨西哥、加拿大徵收25% 嘅關稅，就係懲罰佢哋對付呢個非法移民呢係應付不足。咁而喺佢啱啱就任之後呢，佢的確係履行咗部分競選承諾嘅，包括而家建議呢，就係喺2月1號開始呢，真係對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出手啦，會計劃係真係向佢哋徵收25% 嘅關稅。咁但係對中國呢，似乎係態度上都一個180度嘅轉變喎。咁特別係由上個星期開始啦，喺佢即將就任嘅時候呢，佢先係突然間喺上星期尾就同習近平有一個電話通話，呢個其實已經好唔尋常，因為當時佢都仍然未就任。咁雙方係討論咗好多唔同嘅話題。當然雙方表達出嚟，中國同美國特朗普表達出嚟嘅話題就不盡相同嘅。中國可能都係講緊以巴啊，講緊俄烏啊，一啲世界局勢。咁但係特朗普嗰邊表達出嚟呢，就係有提到中美貿易啦，以至係 TikTok 嗰個禁令係點處置呢？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係已經放咗第一陣和風啦。咁到週末嘅時候，佢甚至主動提話放風啦，就話希望喺就任嘅100日內就可以訪華，或者係邀請習近平訪美。咁呢個態度都好唔尋常。咁到真係就任前嗰一刻，佢甚至乎係放生咗 TikTok 啦，因為星期日本來 TikTok 大家知就已經係變成咗因為違反禁令，成個 App 已經係變黑㗎啦，基本上係用唔到啊。咁但係喺特朗普表態之後呢， TikTok 又突然間翻生喎。咁呢個可能同1.7億嘅年輕選民呢，其實對特朗普嚟講喺今次競選呢都幫到佢好多。咁所以喺佢嘅就任之後呢，其實都表達咗對 TikTok 有一個放生嘅意願，將嗰個禁令呢，將要求呢係未來90日呢都司法部呢都唔會執行相關嘅禁令。咁但係要改變呢個禁令係有一定難度嘅，因為呢個已經係由上一屆政府民主兩黨立法通過晒，而最高法院亦都係裁定咗冇違反憲法。咁所以佢要改變呢個禁令呢係有難度嘅。咁但係可能唔排除就係一啲技術嘅行政措施，甚至乎佢同習近平兩個人商討之間係咪已經達到一定嘅共識呢？其實大家知TikTok 嘅母公司字節跳動呢，基本上係咪賣 TikTok 呢？完全都係受制於北京政府嗰個決定嘅。咁如果北京係突然間開綠燈可以賣走 TikTok 嘅，咁當然字節跳動亦都好樂意咁做，因為始終成個美國 TikTok 嘅業務講緊個估值係300-400億元，因為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咁如果係
係真係可以賣到呢，咁亦都對字節跳動未來上市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到底最後接盤嘅係馬斯克啊，還是係微軟啦？咁呢個可能就等特朗普最後即係拍板啦。咁似乎馬斯克都係因為係特朗普嘅閨蜜啊嘛，而家形容，咁所以都係有好大機會。咁但係喺即係一連串和風表達出嚟之後呢，其實我最想講係最顯著個金融市場嗰個反應呢，係人民幣嗰個匯率表現。其實喺特朗普上台前呢，人民幣對美元呢曾經貶值到7.33對1美元，講緊係2年嘅低位。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反映緊中國呢係加快逐步貶值呢，係應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可能會開徵嘅所謂6%嘅關稅呢，係做定準備。咁但係喺特朗普放出一系列和風之後呢，其實先係週末呢，人民幣已經由所謂離岸人民幣啦，由7.33嘅低位呢，已經係急速反彈去到7.3對1美元呢個水平。咁到星期二嘅開始，即係就特朗普就任之後，因為佢冇立即向中國開徵關稅，亦都表達咗希望可以先談判，等呢個貿易嘅部門做咗一個協定，重新審視對中國嘅貿易情況呢，先做決定。咁所以人民幣係進一步上升到7.26對1美元。你講緊幾日之間呢，其實人民幣嗰個匯率呢，由7.33呢係急升近1%呢，去到7.26。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反彈水平，亦都似乎反映咗呢市場開始 price in 咗成個特朗普對中國嗰個貿易政策嘅轉變呢，對嗰個人民幣匯率嗰個影響。咁而當然港股同人民幣匯率都係有即係最大嘅關聯係數啦，呢個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咁所以見到港股喺星期二呢一度曾經反彈近300點啦。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其實特朗普呢個人呢係基本上真係即係難聽啲好聽啲講就係即係善變啦，經常反覆啦。咁難聽啲講其實真係冇乜信用啊。基本上佢講嘅嘢你真係唔好，我形容就唔好跟車太貼，即係你將佢講嘅嘢係當成100%嘅政策嘅肯定呢，咁你到頭來好大機會呢就會自己係出現輸錢啊蝕底嘅情況，因為佢真係可以180度突然間轉變念啊！咁呢個喺中國個取態上呢，亦都似乎係見到呢個情況。咁但係我都想講，其實而家雖然特朗普對華嗰個政策係吹和風啦，咁但係係咪未來就佢嘅4年任期就會令中美關係有改善呢？呢個我自己都有啲保留。咁因為始終大家記得，就算特朗普嘅第一個任期，即係所謂特朗普1.0呢，其實頭一年佢同中國嘅關係都係相處得非常之好，甚至乎喺佢就任之後嘅1年就已經啟動咗佢訪華嘅行程。咁但係到咗過咗第2年、第3年開始呢，就出現一個中美貿易嘅糾紛，甚至向中國加徵2%嘅關稅。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嗰個政策轉向呢係可以轉變得好快，而且佢今次都講到明，佢就任呢4年呢係好希望做到即係所謂一個美國黃金時代嘅開始。我覺得好值得留意係特朗普今次因為佢已經冇得再連任啊嘛，所以基本上佢可以拋棄晒過去嘅包袱，而且佢有咗上一屆任期嘅經驗呢，基本上佢對成個政府嗰個運作，一啲官僚嘅處事點樣去即係軟對抗佢即係所謂佢執行嘅政策呢，佢都有晒經驗，所以你好可以肯定呢，就係佢喺政策嗰個主導上呢，會係非常之強悍。咁呢個對即係特朗普嚟講呢，即係似乎係呢個任期呢，係即係令冇人可以阻擋到佢。咁樣講法呢，就令佢變成一個即係政治上嘅強人，加埋一啲商界啊，無論華爾街啊、科技界嘅大佬呢，都已經完全傾向咗佢嘅集團入邊啦。咁所以佢嗰個權力呢，係可以伸展得好快，咁亦都可以反映翻呢，其實冇人可以制衡到佢。佢如果萬一對一啲事情佢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呢，其實嗰個影響力可以好大。咁最後想講下就係其實人民幣嗰個情況。而家人民幣貶值之後，近日出現一個回升。其實我想講係人民幣嗰個匯價對特朗普嚟講呢，其實相對上，因為佢不斷強調就係一個唔希望美元過強，希望可以令美元轉弱呢，係加強美國產品出口。所以其實人民幣近日又
貶7.33上返7.26呢，對特朗普嚟講呢，其實唔係一件壞事，甚至乎可以話係即係佢其中一個目標呢，希望可以達到。有唔少嘅財經分析都有提過，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係喺佢嘅呢4年任期，美國政府會脅迫到其他主要貨幣國家出現所謂一個新嘅廣場協議，講緊就係40年前日本喺舊嘅廣場協議之下，日元係急速升值，最終令到成個日本經濟係泡沫爆破，而令出現咗迷失嘅30年。咁喺呢未來4年會唔會出現新嘅廣場協議呢？我相信內地就未必就範嘅，咁但係會唔會喺中美之間有一啲協商，可能係容許某一程度上人民幣適度嘅升值？其實呢個都未必對大陸嚟講呢係一件壞事嘅，因為雖然升值會影響到貨物出口，咁但係以即係內地咁大嘅貿易順差，其實人民幣升值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當人民幣升值嘅時候呢，其實會令更加多國家以至係貿易貨幣呢係願意揸即係人民幣作為一個國際儲備貨幣。你諗下，如果人民幣係不斷貶值，其實都唔會有人願意長期持有呢個貨幣。咁所以適度嘅人民幣升值呢，可能對內地嚟講，對習近平嚟講呢，都唔係一件壞事，甚至乎可能會加快所謂一個國際化嘅部署。會唔會最終可以達到人民幣資本帳某一程度嘅加快嘅開啓呢？可能呢個係中國諗緊其中一個算盤，亦都可能係中美之間呢，而家可能大家雙方呢都有一定嘅共識呢，希望達到呢個效果。咁當然人民幣適度升值就對香港嚟講呢係一個好處嚟嘅，因為我哋過去幾年因為人民幣不斷貶值，港元持續強勢，一方面減少咗內地居民嚟香港消費嘅意欲，而港人亦都寧願北上消費。咁所以人民幣嗰個升跌呢，其實對香港未來經濟嗰個啟示呢，我認為甚至乎比其他關稅啊、貿易協議啊嗰個影響更加大。咁最後想一提就係話有啲人講會唔會特朗普重啟翻喺1.0政策對香港嘅一啲即係政策嘅脅迫，以至係譬如美港政策法會唔會再出現一啲變化呢？咁始終好似我頭先咁講，始終特朗普個人嗰個變化係即係相當之大。而家呢一刻真係好難講會唔會即係美國同香港之間嗰個政經關係呢會出現啲咩嘅變化？呢方面呢，我哋都唯有係即係審慎謹慎去應對住呢，係希望睇下未來嗰個變化呢會唔會出現一啲可能控制唔到嘅狀況呢？呢個就到時再同大家分享。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啦。咁提一提，我星期一當日做咗一條片係講強積金嗰個2024年嗰個回顧啦，以至2025年應該點部署嘅。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呢都可以睇翻呢條片啦。咁未訂閱嘅呢個頻道嘅朋友，希望可以訂閱啦、分享啦，咁就同埋俾 like 啦。咁我哋星期三再會，拜拜。